Joey，你有冇試過同一時間想做10樣嘢，到頭嚟樣樣都做唔好？梗有啦！以前考試嗰陣，又想溫書，又想睇劇，又想出去拍拖，結果邊樣都唔掂。Focus 真係好難。呢個就係第23條法則要解決嘅問題。Concentrate your forces， 集中你嘅力量。聽完你就會明白點解成功嘅人唔係樣樣都掂，而係樣樣都死咬住一個重點。即係所有嘢放晒喺一個藍碼度，呢個聽落好 risk喎。Robert Greene 用咗一個好精準嘅比喻，佢話一個人嘅精力同資源就好似一把栽仔，如果你將壓力分散到成塊木板上面，乜都轉唔穿；但係如果你將所有力量集中喺一點，就能夠穿透任何嘢。即係同 magnifying glass 拎嚟起火一樣，散開嘅陽光只係暖，聚焦嘅陽光可以燒穿樹葉。冇錯，Robert Greene 引咗一個好精彩嘅歷史例子。拿破崙打仗最出名嘅戰術就係集中優勢兵力喺敵人最脆弱嘅一點突破。佢唔會將軍隊分散到成條戰線，而係集中所有炮火喺一個位置，一嘢打穿敵人嘅防線。聽落似激光 cutting 嘅原理，唔係面積大就贏，係 intensity 高先贏。啱，分兵就係兵家大忌。你將力量分散，每一個點都唔夠力，結果每一個點都被人打低。集中先至係唯一嘅取勝之道。即係講緊 focus 大 apply 喺人生策略上面。我講個香港真實嘅故事。我識一個朋友，佢老豆喺深水埗開茶餐廳，做咗30年。舊年佢接手，第一件事就係加咗好多新嘢，又做外賣 app， 又開 live 賣嘢，又搞下午茶 buffet。聽落好似好有 ambition， 結果點？結果1個月就出事，廚房應付唔到，出品質素跌晒，啲熟客走晒，外賣 app 嘅評分跌到3粒星，老豆嘅心機全毀，分晒兵，每一樣都做，每一樣都衰。後嚟佢老豆出嚟幫手，老人家好簡單，叫佢全部 cut 掉，專注做翻一樣嘢，就係以前最出名嘅菠蘿油同絲襪奶茶，淨係做好呢2樣。即係 concentrate forces， 將所有資源收翻埋，打喺最強嘅一點。冇錯，3個月之後，茶餐廳排翻長龍。依家佢嘅菠蘿油成為深水埗第1名，網上好多人專程去朝聖。佢同我講，以前以為多做嘢就係勤力，原嚟集中做好一件嘢先至係真正嘅 smart。我再講一個創業圈嘅故事。舊年有個後生仔揾我傾嘢，佢搞咗一間 startup 做 AI 工具。佢好自豪咁同我講，佢個產品有10個 feature， 個個都做到。10個 feature， 聽落好豐富。但問題係10個 feature 樣樣都做到60分，冇一樣係突出嘅。我問佢，你邊個 feature 係最強嘅？佢諗咗一陣，答唔出，因為佢將資源平均分配，冇一個係真正嘅 killer feature。即係樣樣都半桶水。我同佢講，你揀一個最突出嘅 feature， 將另外9個全部 cut 掉，將所有 developer、所有 marketing budget、所有心力全部砸喺呢一個上面，做到極致。佢肯聽你講咩？佢最初好唔捨得，覺得自己啲 feature 個個都係心機，但係我話佢知，你唔肯放手就會輸。最後佢揀咗一個 AI 文字編輯嘅功能，死吸咗3個月。結果呢，依家嗰間公司已經過咗 A 輪融資。好，講到重點，點樣集中力量？3個原則。第一個，第一，現出你嘅核心目標。好多人都話自己有好多目標，要升職，要賺錢，要健康，要感情，但你問佢邊個最重要，佢答唔出。集中嘅前提係你必須催出一個唯一嘅目標，其他全部係次要。如果你樣樣都想要，你樣樣都冇，即係 one thing at a time，唔好貪心。第二，學識講唔得。每一次你答應一樣新嘢，你就係喺分散你嘅力量。好多人唔識拒絕，怕得失人，結果攬晒一身嘢，邊樣都做唔好。識得 say no， 先至有空間集中你嘅力量喺真正重要嘅嘢上面。
即係少做嘢反而做得更好。Counterintuitive 嘅 logic。第三，死咬住唔放，到目標之後就唔好再諗其他嘢，好似惡狗咬住獵物咁唔鬆口。呢個世界太多 distraction，太多誘惑，你一日唔集中就會俾人爬頭。集中唔係一個選擇，而係一個必須。總結第23條法則，集中你嘅力量。聽落簡單，做起上嚟原嚟係最難嘅。冇錯，呢個世界最難嘅唔係做多嘢，而係做少嘢。做少先至做得深。拿破崙集中炮火，茶餐廳小東專注菠蘿油，startup 後生仔 cut 到得一個 feature， 全部都係同一個道理。即係話唔好做半桶水，要做就做到底。記住，分兵必敗，集中必勝。你嘅時間、精力、資源全部都係有限嘅，散開晒就乜都唔成，集中晒就能夠穿透任何障礙。第23條法則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看到尾，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下集我哋 continue 拆解，comment 話我哋知你想聽咩 topic。